来看，即马咱台海呢有影是真无平静，国防部是搁测到6架中国的军机，其中有4台呢是超过咱的海峡中线入来到北部的空域，也有8架军舰加1架公务船来交叉。另外，中国的军舰桂林号昨下晡是出现伫咱东北的海域，咱的海军也随派船去甲对。学者是分析讲，这无排除就是中国咧演练海空作战等等的任务。 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共军的动态好亲像无平常。国防部13发布查到6台军机，其中有4台飞过海峡中线，拢进入北部空域，也有8架强舰、1架公务船拢出现伫台海。 另外，军事专业台湾 ADIZ 嘛公布，共军空522飞弹驱逐舰桂林号12下晡伫东北角海峡出入，好亲像伫帮拖叶式成立，也引起关心。我们现在开始在推动国造前舰嘛，那所以或许在这个区域也加强这个前舰的这个反潜的侦测活动也说不定。但是另外，当然美军的这个水下活动，日本的水下活动在这个地方应该也可能很频繁，所以他在这个区域做这种反潜的演练，可能是也有它的必要性。针对桂林号好亲像情愫的行为，海军唔敢大意，伫边啊紧张监控。东北角外海是各个潜水舰出入的热区，学者研判，共军可能伫演练联合海空作战，也是执行反潜舰任务。国家各组舰舰海鲲号一定伫今年交艦，无排除共军是提早做好因应准备。 舰满舷、弹满舱的状态。若是中共不满美艦窜过台海，故意选伫12月元宵节即天出动海空兵力伫台海进行舰备警巡。共军淮北舰展开实兵对抗，进入接战的状态，向南方的义勇舰发声。外面也当看到双方伫对立。中国台湾宜阳号，中国海军淮北舰教。 元宵节是我们两岸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值此佳节之际，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元宵节快乐。面对共军的挑战，海军强调运用联合情报监控侦查，专程掌握海上的目标动态甲敌情。若是共舰公布内容是无做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